今次我嚟做就係呢一個早期糖尿病以及三高嘅深度體檢套餐。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由3個唔同嘅機構進行多方面嘅檢查，包括美年大健康、普瑞眼科同埋莊柏醫療，能夠準確咁檢查出早期糖尿病同埋三高嘅症狀。如果大家對呢一個套餐有興趣嘅話，就可以先加入呢一個 VIP 客服通道，了解一下。呢度係咩啊？紅嶺南站，見到呢個牌，跟住自然咀。我行過去，入到嚟呢個位有停車場入口，跟住自然咀轉入去，美年喺呢度，深圳紅嶺門診部，嗱咁呢度入去。我今日又嚟咗美年大健康，咁今次咧其實係會去3個唔同地方嘅。咁去完美年做完我哋嘅檢查之外咧，之後咧我哋就會去一個好專業嘅眼科醫院，咁就去嗰度做一個深度嘅眼部嘅檢查啦。最後一站就去莊柏去做一個理療嘅，網上落單嘅。好，我哋呢度坐下先啦。哦，好。那這次的話是有針對糖尿病7種血液的篩查，專項的，還有血糖、血脂、三高方面的一個檢測，專項的體檢跟之前的話可能有點不一樣。按壓5分鐘，好。吸氣。謝謝。不客氣。看四肢的動脈血管彈性啦。是正常嗎？正常的。正常的。我是給你做彩超的醫生啊。先去留個一個尿便。好。我們用杯子接取中段尿，然後打開蓋子倒到管子裡面，然後管子拿出來放到這個架子上。好，係。哦，好，謝謝。這裡上去。那今天其實都做得差不多了。對，我們就剩早餐沒有做。我要一個肉包，米粉，對，哇，哎，夠了。下不夠再來拿啊。好，謝謝。早餐時間。今天我們就檢查結束了，然後大概3到5個工作日報告會出具。是可以安排廣東話的。可以的，我們有粵語聲聽型解讀服務的。嗰邊嘅位置就係東門咯，咁其實就係東門行過嚟就係啦。指出開口的方向，這是朝哪裡？哇，很模糊。用手指出它的方向。對，上面，這個不肯定，這個看不到，因為我其實有一點點老花，對，但是現在還沒有，這個鏡片還沒有那個老花的度數。所以你剛才說的這個問題就是不匹配，這肯定是可以再加老花的度數上去。對，我就是想逃避這個問題，所以就沒有加那個老花。看文字就有健康的，不用逃避，這個現在是它是很健康、很自然的一個過程。老花和白內障一樣，都是屬於自然老化，沒關係。呢個正常嘅，呢個就弧度比較高嘅模型啦，呢個嚇。就如果太高咧，就要定期覆診下冇問題。我有啲殘眼啦，唔會有其他影響嘅嚇，唔使驚。睇下先。啱先睇就白內障、青眼呢啲都係冇嘅。睇到，因為糖尿病有啲人如果佢糖尿上眼啦，佢就會出血啊、有滲出啊、或者水腫啊嗰啲咯。目前都 OK 嘅，都冇問題啊。我哋呢個套餐就係1499。其實我就睇咗佢哋嗰張項目單啦，單喺眼科醫院做呢6項檢查咧，其實都已經要600幾蚊啦。咁我覺得都幾抵嘅。呢度係有啲似香港嘅診所嘅 style。你好，我今天預約了。那我們這邊先做一下，幫你登記。哦，好的。我覺得推薦你做一下那個閃冠加那個拔罐，因為你的肺跟胃那裡有點火，然後你的胃那裡有點痰，那個胸椎1、2節這裡有點小錯位啊。
第一节往左，第二节往右可能我工作的時候都不是做得很好，意思話我個肺啊比較疲累，比較熱氣，其他都冇乜問題。個腎係有啲虛咯，未到虧嘅。上次洗牙是什麼時候啊？應該半年差不多。先檢查一下啊，蠻乾淨的。成個 package 咧就完成啦，咁我覺得都好抵嘅，其實即係做咗好多嘢，咁啊亦都唔同嘅機構佢哋又好近啦，跟住服務又好好咁啊，大家可以過嚟試一下呢個整個流程咁啊，咁今集係差唔多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對呢一個體檢套餐有興趣嘅話，可以享用我哋粉絲嘅獨家客服通道，可以留意下邊嘅 WhatsApp 連結了解詳情，裏邊仲有更加多唔同嘅優惠嘅。